后来，过来是高雄市长的补选，讲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读中山大学的硕士的论文是共抄的。中山大学有超过500个校友甲在校的学生参加联署，请学校来撤销掉李美珍的学位。李美珍嘛，伫咧中昼开记者会来道歉，嘛宣布讲，伊来放弃掉中山大学硕士的学位。 中山大学学生发起在学生甲校友联署撤销李美珍学位，较无一天时间，就有500多人参加。论文抄袭导致全中山大学去用考试把母校拖下水的方式来回应，那我觉得这对学校的名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 在学生认为讲，这摆风波会去伤到学校的名声，所以这个是要入学的，所以考虑讲，敢要来读这间。这个入学是否值得？ 身为中山大学校友的高雄市议员林武凯，你批评讲这毋那是候选人的诚信的问题，若无讲清楚，更加会去影响到台湾高等教育系统的品质。论文品质遭到质疑，整个学术学店变成学店。蔡总统的论文现在也是疑云满天飞，蔡总统回应了，我一定会按照他的标准回应。 针对家己的问题解释清楚，这日一天，国有别人出来动，蔡总统嘛已经出面做回应啊。我的论文跟我的学位都没有问题我的母校也都提出了这个说明。 今日李美珍有出面回应，伊强调讲，避免社会纷扰，模糊选举焦点，决定放弃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，迈向高雄市选举委员会申请。选举公布学历栏内面3度这项。